欢迎收看《台语一人顿，愈讲愈认顿》。大家滚边。大家我小杰。顶礼拜吼，足侪网友去拄到即个世纪上黑暗、上看袂到光明的一件代志，就是 Meta 大速度。这件代志吼发生伫个3月初5暗时11点的时阵。迄时阵有个人吼，一定是关电火准备要困啊。是。要毋过吼，对咱即款定用社群平台，社群平台中倒的人吼。11点外迄个时阵，那有可能困？等咧嗨，等咧嗨，嘿，等咧嗨。对。迄时吼，可能有一个上司吼，伊个交代你工课，你该扛上联络，佮一寡代志。对。咱华视是无一款情形啦。迄时我咧看电影啦，看电影，我咧看电影，所以我无迄个时无啥感觉到即件代志。毋过迄个时吼，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黑暗的一件代志。黑暗惊吓。因为即个Meta吼，伊内底就有3个软体，叫做面册。个 Instagram， 个有 Thread， 做嘛，对，这3个吼，伊拢速度去，所以有个人吼就感觉吼，伊真正困袂去，食袂落，明仔载也无好吼，伊真正是无法度去上班迄款型。你讲到遮尔寒，敢有遮寒？真正遮寒吗？中度遮深，中度遮深，就是遮深。对。毋过吼，其实Meta系统歹去，真正是对咱。即个少年人的人生是真正是。你看我讲话时有淡薄甲我摆渡伫外口，是不是？讲遮的少年，个遮少年人安尼，有你看安尼嘛，少年人对。真正会互人感觉足惊吓，嘛，互真侪人知这是到底是啥物情形？一开始吼，就是大家发现家己的面册去互强制登出啦，而且你是若参你输入正确暗号，你拢无法度搁登入去。过来就是吼，有人就发现讲，因要登伊的 Instagram，伊的 Thread，其实是迄个面册伊记下来的迄个 Messenger， 拢无法度登入去。所以咧，这时阵大家就是讲敢会是我的口罩去互规碗芳去啊？互盗账号。对，安尼就最严重的安尼。毋过好佳在是后来大家拢发现，其实毋是干那我一个人安尼尔，是大家集体拢无法度去登入伊的 Meta 系统啊。大家就去你 PPT 顶管号啦 ，PTT 顶管号啦，无就是 X 顶管的号啦，还有讲面册歹去，IG 歹去啊，所以就歹去啊。对最严重的呢。你歹去的时阵，迄个时阵你是安那？我迄时阵吼，干那为迄个节文出来，要回去厝啊。迄时我搁甲我的 boss 伫咧遐讲迄个工课顶管的代志。这是毋是劳基法？不，我好的 boss， 学姐，你自愿的啦，系我自愿的啦，对。结果吼，我就是要入去内底甲伊讲话，然后而且要去社团内底看一寡资讯，等下要转去做工课嘛。结果我就发现，我的面册无法度入去，而且我迄时阵，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讲吼，我应该我的口罩去互芳去啊，安尼，因为我较早嘛拄过即款情形。迄时我就紧去要甲我的暗号改掉，无法度改。过来我就是要为我的 IG 来去找我的学姐嘛，我就发现我 IG 嘛无法度，伊佫毋是讲我的 IG 佫毋是讲无法度入去，伊是讲无法度刷新，内底是就一个白一片安尼，我感觉足惊吓的。这世界是要毁灭啦。对，因为我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足恐怖。迄个时阵我甲你讲嘛，我迄个时阵我拄好咧看电影。我迄时阵就感觉吼，我手机因为我手机顶管有装迄个新闻的迄种 app，伊就手机一直咧叮当，我想讲发生啥物代志，我就向家己看，我烦恼是阮头家要找我讲代志，所以我就先家己看者，哎呀，世界真正袂用去啊，面册就完全拢歹去啊，新闻就推上遮迄个资讯互咱嘛，迄个时阵我就讲先看了电影较讲，因为迄时阵咧看沙丘。其实你个世界嘛还袂歹去嘛，搁有电影通我看。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感觉，等看了电影较来讲。结果我看了电影咧买手机的时阵，迄个时阵我的末日感就来啊！无法度，因为我一个手机我就是要背面册嘛，背 IG 嘛，看 Thread 嘛，所以迄个时阵，迄个末日感吼，真正足重的。真正足重。因为世界敢若啥物资讯拢入袂起来啊，是恐怖的。迄个时阵吼，Meta 大速度这件代志发生了吼，都有一寡好耍的代志出现。第一件代志就是讲吼，伊 Meta 系统伊家己就歹去啊嘛，所以伊就无法度用伊家己的管道去通知伊的用户讲阮的系统出问题啊，可能大家无法度滴，伊就爱去借迄个 XE。你的意思是讲，伊家己的人嘛无法度
长流对，长流迄落喺面册顶管。对。伊就算讲伊会当发文，其他人嘛看袂到。对，变做讲哦，伊就无法度用家己的系统落去通知大家，伊就只好去伊伫个迄个 X 内底操作吼，就 X 即个平台来去通知伊的用户，RY 系统登记迄个消毒去啊安尼，这就去互 X 伊的迄个。伊的执行长的笑开啊嘛，嘿，伊就笑伊啊嘛，伊安怎笑伊咧？伊就用一个迄个徛号的面，嘿，就是吼 X 是一个迄个长官，吼，伊就是伫咧遐巡逻，哈，伊的 IG 啦、面册啦，佮有 Thread 吼，都是遐个士兵，吼，三个士兵三个徛号，伫咧向 X 伫咧行咧安尼，变做一个足笑开的面因安尼。所以马斯克用这件代志来起笑，起笑。对。佮另外一件代志，吼，这件代志就是讲吼，有人就伫遐讲吼，你打这2点钟的时间，无法度用面册、IG 佮 Thread， 你就感觉无啥爽快啊，心情无介好啊，感觉世界要毁灭啊，恐怖你佮想要看中国统一？因为有当时啊吼，有咱台湾嘛是有淡薄仔人吼，这看政治。较有关系淡薄啊，有一寡人吼，就想要跟中国统一嘛，有人就起笑这类人讲，你连这2点钟你都挡袂掉，你跟中国统一，中国是一直拢在限制你用网络自由的国家。是，所以这件代志吼，一出来吼，都另外一边的人咧起笑另外一边的人。对啦，因为中国真正是恐怖，因为我之前我嘛有同学是去中国受训练，伊伫遐真正2个月无法度甲阮联络。伊无法度并过迄个围墙，无法度有迄个壁，伊就无法度并过来，伊拢无甲阮联络。伊讲吼，迄2个月其实吼，伊嘛是感觉就无爽快安尼，对。所以吼，咱讲着禁用社群平台这件代志吼，咱即马来讨论一件代志，就是讲吼，台湾嘛有咧讨论讲禁用 TikTok， 还是禁用小红册这2个软体的声，你感觉安怎？我先讲小红册好啊，因为我本身之前我嘛少无介意小红册，我感觉伊就是一寡中国的物件伫咧内底。毋过自从我开始上设计课了后啊，其实我都发现顶悬其实有一寡有路有用的迄落资讯啊，比如讲吼 fashion 的资讯啊，设计的方面的资讯啊，还是讲化妆的教程啊，我感觉这就是对我有路用的。而且我嘛有看过一个迄落影片，伊是讲吼，小红册这个软体其实伊会超工去开一寡无友善的言论，譬如讲一个老话，还是讲一篇文章安尼，所以我感觉伫咧内底我是无遐尼无爽快。啊，毋过我之前嘛有用过 TikTok，我就感觉迄真正足毋通的。为虾米？因为我感觉内底的内容拢足邪的，就小学生啊，伫遐毋知伫遐创啥，一个佫小的小学生装作安尼，我真正看无因咧创啥。足侪人，那足人咧学的安尼，我就感觉。我无想要继续讲，过无2世，我就去关起来安尼。你感觉敢会当禁用？我感觉就是以台湾以民主的立场来讲，你若禁用，你就失去即个民主的即个意义啊。因为民主就是讲，大家自由去，大家政府开放你自由选择，要用啥物是你家己判断的嘛。好啊，毋好嘛是你家己判断的啊。是，我嘛是感觉袂使吼，因为TikTok 伫全球、全世界拢做风行的。足侪人咧用的，所以吼，这是互使用者家己去选择。咱台湾是民主的国家，所以你会当互使用者家己要选择，敢是要用。伊也无人咧用的时阵吼，伊就会互放弃上，就会互淘汰。对。所以互自由，互台湾人家己去选择，毋是用禁的，互台湾人无法度用。安尼你是毋是愈行，看中国愈行愈歪？对啊。看小红册嘛是共款的意思。是。你讲小红册你会有用，就是代表你感觉伊好用嘛？对，伊嘛是有好用的所在安尼。对，使用者选择要用，伊就要去承担一寡风险。就是讲吼，你可能你的一寡资讯，你会互一寡人看到。会互你的资讯可能会互中国捧去安尼。可能是安尼。对。所以吼，你爱承担这个风险。对啊。观众朋友，你也感觉吼，你有啥物意见？你感觉 TikTok 爱禁？TikTok 唔通禁，你会当留话甲我分享。是。安尼回只是根据想法第一集领导，拜拜。拜拜。